係已經有超過90年歷史嘅客家菜，所以都有意思。全上幾個都上萬屆。校長。我们帮桂英姐准备一下卫生纸，那个口水快滴下来。我難安講嘅。冇見過啊，一講嚟啦。我而家啲飯啊嗬，你怎麼了啦？桂英好好吃哦。你這樣客家炒牛肝要幫酒嘛？敢食就我也做一碗酒，唔敢食就我也做一碗炒牛。不敢吃的就6碗酒。我不想打扰他的这个画面，因为可能是宜晨时隔大概5年之后第一次做菜，喂。真的啊！夾公消失的那5年。一家之主，萬年來挑戰。法連嘅客家鄉親來報道了。第一有備而來呢，真嘅呢。大聲公，你看過啊？啊，你去感覺自備大聲公啊？本來就有是。哎呀，這麼得呀？帶來一首歌。哎，千萬不要！我啦，挨老英講哦，其實你要大聲公哦，就會代表講哦，大白你一家製作報名資源出來以後吼，哎呦，model 30秒哦，全台灣國旗哦，是啲咧。真嘅，而且呢，根本一來參加呀，就參水站，呀，就都係你節目嘅忠實粉絲哦。而且呢，唔但止看你節目以外，還會為你來做宣傳。而且，呀就根本和 TVB 當工的法連變到台北了6年。法連嘅好朋友臭火叉嘞。係啊，我先來收嘅師傅好啊，好嘛？來。沈浩亞嘅師傅，當叫我看到誒，代扮成小戴師傅。分君。哎呀，你哋一部叫做埋事情哦，怎麼來？收紙箱啊，收回收啊。開玩笑，啲傳統都嘅盤租個盤唔天咧。好真嘅。母親節係麼客？好，十個都歡迎一下係親友夫妻師傅。大家好。哎呀，依家下吼，同我孫紅哦，跟你講我用炸起來，其實你是想借吧，對不對？其實我不想要賺你，給你玩一下啦。其實我不想賺。好了，對啊，因為你已經造成我左耳聽力不良，就是暫時性那個失聰。對啊，我看到你就失聰了，真的。委屈了。先來分享到風吹嘅參水站，來自法連蘇鳳嘅阿姨同車咧 Q 下來都有特別嘅參加，分享到桂英姐老鳳兩個，歷史之類主演演仲嘅裏邊。係啊，今年幾多歲啦？係90歲呢啊9歲啊！9歲。奶瓶，等下幫你借一下。9歲唔是奶瓶啊唔。講90歲冇年薪，冇原先咯唔。講年29歲硬係事，係啊。我聽翻要做過19歲。我也有共鳴，有共鳴。我等一下，我請人連沙來出嚟打嘴鼓一下。係好朋友哦。等一下。來看一下藍水嘅一片咪係長榮來自法連嘅好朋友，呢啲係玉呢嘅梁公坡、邱警察、江宜晨。可以啊。哎呦，你看梁公坡有冇愛後上啊？好年輕哦，聽說是班隊哦。哇！冇樣。先來看一下，因為又係阿姨嘛嗬，請阿姨。冇事，我不假對咧。買香港買都都買對那個呀阿姨啊。阿姨這多少錢呢？沒有，風涼狗啊，夾一條路呢，當貼片咯。會讓你嚇到哦。係，做世界咧，大家都當佢對佢很敬畏，用半年女用。因為睇下當時其實個頭腦冇講講。真的是親阿姨，親阿姨講得很好。我沒有講這件事情，還給家講，阿姨家講哎。因為我之前是在雙北市，我是在做違規汽車拖吊，做了21年。你有沒有調他的？我沒開車。M D 呢？冇怪佢都吊銷執照就好。沒有啦，因為我們是就是配合警察的勤務，現在巡邏拖違規汽車。花講多轉啦，桂英姐厲害嘅，上下你講都點，左版嘅當有名，講到沒有你的鐵傘就係桂英版。係都想我帶來本看咧，結果冇帶到。你要轉去下一邊都會查咯。但是咁看點點咯。咁得事啦。快講呢啲，哎呦，今日唔是帶。阿白長哥那都有好啦。好啦，看一下阿姨真經當電影寫啦，家下講到兩沙誒班隊，嗰意思就係講，
爱情长跑呢哦。国中同学，现在高中，现在社夜间部，会大学了。夜间部，他是校草哎，哇，照片好帅哦。重点是看人家老公啦。不是啊，重点是怡晨姐条白长得很像舒淇耶，对，而且有一种张柏芝的感觉。也有张柏芝真的吗，旁边是刘德华吗？还是谢霆锋？可能是彭于晏哦。来堆几耶？对比对吗？我讲对吗？对，都说对。你有没有追到位啊？因为乡下地方可能没有看过，操场比较小，对，应该是没看过帅哥，所以我就倒追他了。被他骗了。你这样子讲，把我们丰荣哥放哪里？哎，真的，以前哦，跟现在其实没有差很多呢。那个是我生完老大的时候，可是你会煮菜吗？先生比较会。很委婉。因为他是警长，警长哦，历史大人哦，所以你要他走来退路黑马改。我也是拖吊业，之前是开小拖吊，后来是开拖吊那个货柜车连接车，也是拖吊，都有。我是职业驾驶要搬摩托车，每天搬100台的。难怪哈，很幸福。灵魂夜游的地嘞，有啊，夜游啊。没有，你妈手，哎，龙沙重要的啊。有呢。哎，等一下，我们今天是比做菜，做菜，好不好？这觉得好像要比功夫了。对啊。不过他也讲一下，除了要比个修拟字嘛，等一下还是要先玩个小游戏，暖身一下，对，先来提下一下亮吹。今日呢，因为大家单元地都有机会得到分数，那个累积起来得到最高分的话，就会得到今日的冠军。哇，期待哦！好，鼓手马上就来进行今日的挑战喽。向前变看啊！第一关要用神奇嘅方式来考验凉水料理嘅基本功有几层，还有对食材嘅认识有几多。当然，夫家人之间嘅团结合作咪系当重要嘅哦。大家准备好吗？一家之主准备来 PK 咯！第一关呢，我都向前变看啊！记住讲呢，所有嘅参赛者哈。向好，真嘅来变一下。哎呦，我来变一下，变啊！变啊！变啊！上多夹個，用咩講？所以比大家嘅反應力，還有對食材有咁有熟悉。比賽開始嘅時節咯，做出為負責來出題目，時尚嘅為預造一個節奏哦，答出相關嘅詞彙，答錯也係答唔出嗰個詞語是代表失敗嘅，讓個該詞語是做得得到1分。看什麼？那个看着，失敗嘞！因為會否嘅關係？沒有，長相關係問題啊！那我就用這個來講，每個回合有小隊長。哎，你將手冇講好。好啦，等一下切只都搞唔死你啦。好來，都準備好先哈。好，小戴師傅搶出題。在咱啲台度要物價，配菜。菜葱。阿婆，來去等他。阿婆，吹人題都有乜嘅？冬瓜，好，冬瓜。吹人都要叫菜。這隻拼就好誒。還有呢？我腿有點痛了。有辣椒。好，拍菜。來，苦瓜，苦瓜來，警長。番薯。有兩個。今日講對泰國講條叫講出來，所以咱退讓咧。耶！一分，對1分。好，鼓手呢也一關係藍翠得到1分，馮翠高加加油咯，攻守交換。好，來。好，藍翠等下得到1分咧哈，然後看到第2回合排列已經站好啊，宜晨你確定第2棒哈？第2棒真的對嗎？好，因為剛才警長哥世代好讓人講，哎，他是效果擔當。OK 啦。好了，唔怕啦，沒問題哦。好，時間到不穩，4分來。題目係樹上啲鬼如上物價。哎，小戴師傅，你的 tempo 很差。樹上啲鬼叫物價。OK。係樹上啲鬼如上物價。8、蘋果。2。bingo。
喊左队，喊左队，辛苦，辛苦，有哎，好有。左队。我笑场，哎，功力，效果担当，抓到了，时间到，哎，都练体耐哦，所以梁飞他是单腿输嘞，双腿得分。你好，我先補一下目前嘅比分哦，係1比1，還有今日嘅 VIP 就係貴人阿姐 MVP 咧，厲害咧！最近 PK 王吼1比1，唔過你家直接先 warm up 先了，熱身一下聽聽。3號人呢來看一下今日嘅金牌主廚徐師傅帶來乜嘅好料理，我哋老太自家分享咧。主廚素魯菜。在新嘅季當中呢，總廚師除了來分享家嘅素魯菜以外，最主要係太強認真湯哦，等下個會有水塘烤。啊，唔過我知道你們現在都沒有在看我，都看做蛋糕嘅食材。哇，太澎湃了呀！太吸睛了，直接來到日本料理店。係哦行，還要先講一下菜名係嘛？好，菜名係洛梨海燕米漢堡。洛梨海燕我愛米漢海燕，海的饗宴。哇！所以頭條講動到海產了哦。海產，好，我嚟介紹一下海好產。海產係加啲生食嘅，加鮭魚。三分，你係烏尼，海膽。哇！海膽啊！你叫得好親切，感覺是阿娜達的感覺。啊，你係鮭卵，哦，鮭卵。啊，算是親子丼的那種組合。在哎，差不多啊，因為應該今天的搭配西餐一個油醋醬去搭配走俩米漢堡。哦，還有酪梨，聊酪梨以外，吃到會有油脂。哦，油脂它素食界沒有按到鮭魚啦，因為它吃起來會有油脂，所以我這個全部都可以組合起來。它那做細渣嘅米漢堡。哦，然後都有先來做。可是師傅我有問題哎，人家的全部這組合起來就可以直接吃，你不用開火。啊，哦喲，然後都要來開始哈，然後都要先切洋蔥。洋蔥可能會切末啦，你要等下做個醬汁，哦，做醬汁哈。跟進夠嗎？哎，你夠嗎？是的。進夠嗎？從來從來呢？他們在討論戰術，怎樣才可以吃到烏米啦？我們幫桂英姐準備一下衛生紙，那個口水快滴下來。冇啦，冇咁講嘅。冇見過啊，一講啦。我而家翻啊嗬，你怎麼了啦？有。跟進夠嗎？哎，你夠嗎？是的。夠嗎？從來從來呢？他們在討論戰術，怎樣才可以吃到烏米啦？哎，等下蔥而已啊，哎，切細。哎，什麼嘅冇切斷呢？你是？對啊。你切丁油啊，哎呀，你還唔會走啦，哦，還唔會走，哦，這麼切丁重點啊。哦，哎，切丁那麼快對完呢？又講梅台時間說。前一天又讓它給變起來，切的時候才不會流眼淚。桂英姐，我認真看，等下會有考試哦。會有考試哦。楊經年哦，做的是個烏米啊。烏米是我家的嗎？係酪梨，好。誒，酪梨其實凍小葉菜係嗎？很長。很長嗎？很長哈，它長蠻長的。阿長你又要切對半，到對半。而家買啊，仲係使用中嘅台灣中嘅嗬，拍太渣，都揀呢嘅特別嘅。轉開，轉下時我開來。有喲。阿婆你想什麼？酪梨。阿婆想吃一聽不顆。起狗嗎？我什麼會天痛天天。等一下，米漢堡，因為佢全台灣做米漢堡最有名嘅，就是叫做徐玉芳那位師傅。是雙人徐那位嗎？是，就是你，就是我。嘿，而且徐師傅給周英好事情，就是抱着一種快樂為目的，興趣，因為他現在已經在享受人生。其實愛米漢堡是配合了該在地食材嘅。又加鹹豬肉筍乾，到梅乾的骨肉，還有一種大眾口味黑胡椒雞，哦，比較台式的，比較台式的。
大家就食过米汉堡啦吼。有啊阿婆有吗？我又是口吧，米汉堡，阿婆就翻团米有啦，汉堡猫。翻团翻团游戏啦，翻团游戏啦，跟米汉堡就冇啦。剩俩肉，啊，至少所以因为爱按做些，其实它是按做的系列，爱本去增加佢的口感、油香气。哦，懂。 Omega 3嘛哈。好来，大概本去烧一下是吧？本去有个焦香时候。有一种会不用一些糖哎，焦糖。对啊。我们今天吃50嘞。我们帮桂英姐准备一下卫生纸，那个口水快滴下来。大概的。莫啦，莫安讲嘅。莫紧讲啦，一讲啦。不要这样子哦。可能只要切磋时啊，变得安用的呢。口感上面也会不一样。哎，这个掉出来怎么办？应该是要试吃的吧？天来不你是啦。哇！你会把安好阿婆会生气。阿婆你有食吗？唔敢食吗？我爱唔敢，食不敢噶。唔敢。冇唔敢嘅，冇唔敢嘅，去看看。呢個是佢來，薯本睇下看。摸好做嚟啊！哇，鮭魚代言人。等下我做先做醬汁做起來哈，也要調一點鹽、鹽巴，一點點的水，啊，撈開黑胡椒。哇，这个那种健身的人来吃这个，他们一定觉得最喜欢哦，都是优质的油，红酒醋，红酒醋，而且它是用生洋葱，还可以抗癌。啊，然后还巴萨米口醋，算是料理醋吗？哎，是，哎，啊，然后还酸豆，上爱在这个做个凯撒酱加油的，还有这样的橄榄油。这个配料的比例是自己抓出来的吗？红酒醋10克，酸豆10克，巴萨米口醋4两。大家先搅搅的，啊，等下鲑鱼卵大概1斤。冇还有钱啦，系啊。哦，那都先做米汉堡吼，遐下面是改北埔的5星杂粮法，因为有俩我当袂做米汉堡，很健康。地部都有藜麦、黑豆、毛豆，还有嘛？哇，都是优质膳食纤维跟蛋白质，跟小米哈。你瞧俩，因为是要一点油。其实师傅，你也可以和麦基跟健身房很好，可以跟健身房合作。好，像安样是变做一张米汉堡的嘛哈，你要等下落去煎哦。好，米粉。真啊，哎，牛吧。来对。老师唱出题。客家谚语，膳食安补的盆节是某个东西 ？A. 很空虚 ，B. 很忙碌阿弟 ，C. 动呛送。年三十安补嘅饭煎啊，我都嘛解。全部三三十安补係咪嘅除夕啊？除夕嘛，翻起。不是翻蒸是那个饭桶，饭桶就饭的那个翻约，吹翻约，生威有没有？是那种来得个翻蒸啦，这个翻蒸咩？係啊，很空虚，非常好嘞，先猜拳才能選答案。好，先猜拳，先猜拳贏的可以選。哪里猜拳？猜拳來咯，剪刀石頭啦！不是先出先贏的。好，那給你先先。來了，背負着三文魚的壓力哦，很空虛，更空虛，很忙碌嗎？我董某涵，董某涵，確定嗎？確定。桂英姐，你本來想講先嘛改？我們已經買去選了是飯店店。好，用。他說什麼？你講要先吃飯聽聽。沒有飯的。好。好，來依晨先。 B。好。確定哦。啊，阿婆我先嘛改。濕空空是後年多。好 ，OK， 就是 A 嘛，A 嘛，好。你藍水係選濕空空是後年多啦。好，那我們選 A。B 跟 A 之戰，藍水一片選嘅係 B， 風水選嘅係 A， 請看答案係 B。我們選 B。因為以前啊，一家人動到你，哦，你該破打開來看面都大會動魔漢，所以答案是 B， 冇聽過，魔漢起茶，係啊，魔漢起茶嘅意思啦。你看啊，我們先禮讓1分啊，禮讓1分，對。你看米漢堡塑形頭也是這樣啊，那就是要扁認真的，就該稍微微焦用力哈，所以也不能太厚，就是做它上層跟下層，對不對？其實一層也可以啊。一層也可以啦。好，來，先貼皮咯。
哎，其实大家假设不看就小朋友啊，哎，宜晨，你的小孩大概几多岁了？最小25，看不出来耶。那是小朋友了。大朋友。啊，那个郭英阿姐嘞，你做阿太嘛？我做阿太就是洗面呢？新年呢？洗面就会洗洗马都油流，洗马都油流。嗯，要组合2张米汉堡哈。对啊，其实真的不用再加一层哦。对啦，我很怕他跌倒今。天评委係咪講米漢堡，所以我等下會傾你手咧。哦，哎，動班緊呢？ 13年嘅5年，哇，這個大概其實播出來哈，一天有一個高級的料理，哇，很讚的哦。差不多按用一扎算起來成本幾多啊？我們可不可以大概了解一下？其實應該多麼啲嘅算成本。他就沒有在計算成本。啱時候咧哈，洛梨海燕米漢堡。按樣就好食咯。师傅的还是料理是很厉害，这个是砸重金的。嘿咯。所以你看这主色调是什么？金色。烏尼。太下了，紫色光啦。绿記，你講是幾多盤半顯現？還是做的看着一毛。看着一毛。哎呦，寸還有寸嗎？還有剩嗎？我哋3用田啊。這個打着一毛。做的啦。做得。快生它來。來。好，我稍稍來寫。我要去搬了哈。你怎麼了啦？你好好吃哦。我已經剪過。你知道牛板？然後說牛板挺好吃。又 Q 又軟。師傅有特別講到，也個係白鋪嘅豆皮嘅五米。五行雜糧飯。吃起來當中有當米票幹嘛？對啊。風流哥做牛板。沒有這個好吃哦。我每天來吃，我都不用拖車。你呢？迅速經歷啊！兩位起到呢？好吃，好吃哈。哇，真夠好吃。那個小戴師傅你起到嘞？你都純盤田啊？還聊通勺嘞？不應是配料。哦，他這也是啊。對啦，但是我還要講一句出來講，因為。盤是它的這個代表作，但是我覺得厲害的蔬菜很多，它裡面調的那個壽司，蒜香的，用那個醋很厲害。紅酒。因為我們是想講，哎，海產放到蒜梅，它是很甘梅的。對，它有點就像那個沙沙醬啊那樣。然後也很入梨。對，沙沙醬啊那樣，因為它是老嘅高級海產，沒給它不用撈皮啊。所以裡面很多的小的巧思，它是有很多想法去組合起來的一道菜。謝謝徐師傅，徐師傅就會講咯，因為心中係講企業料理，食材一定做出好嘅料理。好，可是呢，यहाँ睇自家有食飽嘅嗬，有體力嘅嗬，好，故說呢，家下頭前係哇，風水1分，南水2分哦。好，按樣嘅話食飽有體力咧，出來進行最背面關嘅挑戰。家家出好菜，兩嘴這段只聽嘅題目，第限定嘅時間，做出一出最上癮嘅好料理。無論係傳統嘅，也係創新嘅菜式，兩下家家拿出nhà嘅好本店，一家之主好料嘅愛掉上做咯。家家出好菜，第一關呢超神奇嘅哦！這道單邊呢出嚟題目本太差，用下來同一下腦筋，看下做得變出乜嘅好料理。好，先我幫大家提示一下，提示就係講哦，呢度做串店哦，都集中會看到，韓國過年過節時只有創作蛋糕，未會去看到。最後就是祝福大家就步步高升嘅意思，有想到嗎？幹用過年過節天會死你啦！我已經猜到了。不過呢，要百寶箱已經都要睇起來前輩嘅哈，已經準備好些吧哈。來，搶開蓋。醫生要炒架炒牛架要放酒嘛？敢做幾碗也做1碗酒，唔敢做幾碗也做1碗炒牛。不敢吃的就6碗酒。我不想打擾他們這個畫面哦，因為可能是宜晨
时隔大概5年之后第一次做菜，会不会？真的。哎呀，敢讲，消失的那5年。来唱开歌。就嘿，菜头板。老配板。凤凰蟹呢？小戴师傅，老配板这编出那个我没吃过料理。切细细的，一条一条，爆个马祖拉 cheese， 太真的没吃过哎。我以为他会说煎蛋的，吓死。懂厉害哈，有吃过？冇做过啊。想那么满。哦，好，这个很但是厉害。起司不错。好厉害。啊，戚师傅，不要让我们失望哦。外面包和牛。菜头板做该棺材板，然后给控起来。蛮好。哎，可以哦。对了该地北独盖嘿，鲑鱼跟鲑鱼呀、海胆啊、鲑鱼卵、和牛，做得冇做得吗？做得可以可以可以。刚刚做过哈。但是听完之后，我觉得我们来宾可能更有创意。我也有。创宾。我有周杰伦糕，一步一步高升。步步高升的。就是鸡蛋糕跟萝卜糕。对。高升。对，步步高升。做得好，师傅可以吧？做得吗？而且你切下去的时候，一样有那个切的手感。来看看凤吹老配板，边嘛个料理呢？黄金炒肉，炒肉。黄金客家小炒。迄个我老配板，然后客家炒肉腔下来做料理啊。你咪切腿跟豆腐干。你冇贵记？它等同是拿来替代那个豆干的意思。厉害咧！哦，最背面一关，亮啥？有信心吗？有。加油！目前很差1分，我要看一下冷出两片，但係個想法係嘛嘅愛做菜頭板解嘛解。萝卜拌大阪烧，大阪烧日式料理，应该算中式哦，把它做成像那种感觉，用萝卜糕中做。对对日菜中做。对但是因為大阪燒去代表講，它就有只台邊，對不對？它下面有個底，就是用蘿蔔糕去做。用对，哇，把它夹在里头。哎，你们第一次做吗？要去煎，哎，之前就是小朋友喜欢，曾经做给那就给女儿吃。曾經不會是昨天吧？不是，就為了上節目練一下，加減啦。好，認為你下係領先哦，我們要保持記錄，好嗎？好，沒問題。梁生今日帶來一個蘿蔔糕大阪燒，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加油！好了，马上来都说3、2、1，抢开始！马上開始。應該係講嘅係你會做那個，我覺得做蛋糕這個概念懂真的哎，我覺得意義上很豐富。而且你做的上坤啊，黑公要跟老配板當狗狗幹嘛，你知道嗎？起酥皮。那個起酥濃湯的那個酥皮，然後就像蛋糕，然後裡面包個黑老配板。那就像那威尼頓牛排，對，係嗎？對，很炒啊！對，師傅你懂我意思對不對？而且這就一層一層嘛，所以第一首係他們料理，鹹。你有吃過甜的蘿蔔糕嗎？不是，因為你剛剛講雞蛋糕，我沒有，是說蘿蔔糕糕。給亂糕是蛋糕的意思啦，我以為雞蛋糕嘞。哎，你反應能力真的很慢。也哦，慢了在10分鐘。我已經進了到下一趴。已經快結束了這一集。好可能呀！哎呦，林記，哎，你得要衝了凍醋呢。對啊，哦，這個我昨天特地去那個他們家宜蘭三星蔥，宜蘭三星我朋友蔥，這邊宜蘭買啊，對，好有心哦。因為我朋友在那邊開農場沒知道要買呢，冇學啊。這樣冇 Q，你現在切了嗎？啊，你切了嗎？豬肉我帶不下去，我不手太大，是帶啊，不是帶啦，怕哈，不是帶，就誰學這個手一伸出來，我們就壞事都不敢就做。這樣，要向來就這樣就好啊。係呀，跟你講，我有煸豬肉，不然你你有煸嗎？煸豬肉一下。好啊，等下不要，你做嚟煸吧。煸一下，然後順風嘛。好啊。那個要 Kim Q 第一個右邊。起碼叫咩？那邊這個有啊，阿婆你阿煸乜嘅東西？皮豬肉。肥豬肉。哦。係啊，跟木柴。木產，好木產，木產。哎，對，然後大家牛肉的咯。民國24年，我們桂英這種要英文1秒鐘，給點下，哦。對，給點下，都太地同嘅人做嘢。哦。要買東西。大地子。你哋要浸過係冇？哎，又浸過了，要浸水頭嘅，放佢發落去。浸水啊，呢種會軟啦，哦。唔會硬硬。那個炒牛啊，不用燜桂英雞就得。桂英雞啊，
客家炒肉有乜嘅技巧嘛？哦，那種個，頭擺迄我都冇乜嘅東西，而且擺呀擺好啊。哦。就將我做咗切嚟，邊邊啊？邊邊啊，出做炒肉，安尼做一片菜。哦。醫生要客家炒肉，佢要放酒嘛？敢做就我也做一碗酒，唔敢做就我也做一碗炒肉。哦。不敢吃的就6碗酒。敢做就一碗酒。乜嘢敢做酒啊？敢做酒嘅。嗌。唔係咁喎。冻好，酒味啊，好，冇問題。那是米酒啦。米酒沒有關係，没有關係哈。以前做米酒啊，以前做米酒咩？所以你了煮肉哦煸嘅啊。哦，好，我们天天煸嘅都剩同改片做的吗？它的那个猪肉颜色好漂亮哦。天天的煸，天天的煸。我知道了，你要分開來。桂英姐民國24年就開始做菜了。佢要糾正佢講嘅沖拍哦剩煸噶。係啦。你是講啊？等你再可以哈。好啦，丁泰哥做做人哈。哇，這邊的畫面太美。對，你們兩個讓我一點位置嗎？有，來，你過去裡面找你隊員。哦，我不想打擾他們這個畫面哦，因為可能是宜晨時隔大概5年之後第一次做菜，會唔會？真的？係啊，剛剛消失的那5年，跑去哪裡了？宜晨姐，你係做乜嘅條路啊？我之前做美容做20幾，哇，難怪美容你就是最好的代言人。美容業老闆娘都是最美的。是頭髮的還是做臉？臉的，臉跟身體。哇，對。所以應該粉係咪該粉？低筋麵粉。低筋麵，還有加乜嘅東西？咖卵，加然後火腿，培根，然後跟高麗菜。那個你培根不用煸過。係啊，我係講嘅係料啦，係啊。來，你說你真係煸過嘅咧嘛？咩做得攏差啲嘅，幫大家提示一下，這個是宜晨他最愛的女兒最愛吃的一道菜，就店出來用寫。我靠係脆啦，再加水。我還要加水，三個。獨棟好學嘛？都結婚了嗎？大的結婚。 24歲的還沒嘛？還沒，88的還沒。86、87，88的還沒。我82的。可是他很摳，沒有，他給我笑單邊呢，就是那種尷尬又不失禮貌微笑。等一下哦，你的脆腿排哦，其實加落去。這個先煎這兩個，然後再把蘿蔔糕切片之後放在它中間下去煎，之後有點像剛剛那個燒。對，應該是大阪，沒有，應該講嘅係廣島燒，上面會放麵，放廣島燒，大阪燒係摸當背表東西，係啊嗎？哎，是跟師傅講，是大阪燒。啊，你要給人家改，但是師傅講是這水不夠，只是他取名真的叫大阪燒。不然我們叫壽豐燒好不好？可以啊，玉里啊，玉里，所以你要炒麵用到玉里燒，玉里燒，玉里燒感覺蠻好。懂有力哦，玉里就是像外地人獨棟好學玉里麵，在地人怎麼看？玉里麵好吃，我很會煮。玉里還有一點然後是那臭豆腐啊，臭豆腐在公園那裡。其實我住玉里，我只吃過2次。2次？玉里還好，但玉里麵是回去必吃。啊，我自己過年過節一定就我自己煮給大家吃。哦，你再把它鋪平，下去煎。沒有煎，又少毛，不夠，穩度唔拉。有加，現在是最低哦。加。做安排片哦。啊，這個鋪上去啊。那這個不用先煎嗎？對，蘿蔔一起煎啊。哦，等下留面還要配。好了，那你可以那你剪呀。這個好像就要翻。哇，這個豬肉，阿婆，呀個啊，豬油渣，豬油，呀個黑皮豬肉，對，我羊肉包得好出來那條，結果要炒菜啊，我發現我們我們快好了，加冇包好，冇，佢係關啊，關鍵係而家炒咗飯。豐隆哥家嘅蘿蔔白剪到整件裝金條哎，那個現在金價很貴，我等下多吃幾條，因為較便宜咩嗬？冇，最近大餐又行較貴。
也福地哦。哎，黑牛啊，不用讲，娘不可以买金条，是吗？那猫头鹰哦，猫头鹰有看到金条？有什么条件？来来来，他加很多金条。我们这个收视率很高的节目不应该呀。猫不拥有金条，系吗？哇，来，哇，那就是一堆附庸了，一堆附庸。看你要从这讲唔对哦，从这讲。贵一点，旺生心机，有冇来条件么？那青肉骨有冇来条件么？要师傅要有钱的啦，师傅又有钱。啊，哪有钱都有。你们要知道，你要知道啊，係一個有超過90年歷史嘅客家菜，這運動有咩事？猫不拥有金条，系吗？哇，來，哇，那就是一堆附庸了，一堆附庸。看前面，你要從這講唔對哦，從這講。你做對家強條講，唔好啦，唔好呀。没得聊，体力不卡聊啊。按都全部啦。这个不要全部，猪肉不要全部。不要啦，你看你全部不要啦，一起下去你打转體哦。这个太多好不吗？會啦，不會，變通豆啦，不會啦，唔會啊，唔會啊。大宋啦，大爽。哎呀，大宋。啊，你還有該辣椒哦。辣椒题目一講啊，不用誒。啊，桂英姐，您今日老年來而窮下來哦。跟人來嘛吼，哎，你看，你將來來啊？先油烤吼，我先做咩要來啊？先做咩要來？先油烤吼，哎，我做中麥咩要來？中麥嘅唔係記老年窮下煮菜呢，上節目講。係啊。因為為什麼你知道嗎？我們鳳龍哥單身。來唔好做，哦，你記肥要啦。曝光。我們其實料理節目，我們最重要的目的還是聯誼啊。哦，我愛紅娘。哦，不是來練50啊。你有那個年紀哦。不然你就不小心透露你。桂英姐為什麼會來參加？對啦，就是因為聯誼啊。哎，對啊，桂英姐。旺生心機，你有冇來條件麼？那青肉骨有冇來條件麼？哦，青老公哦，誒，那兩個錢的，對啊，要師傅要有錢的啦，師傅又有錢，啊，哪有錢都有，盲錢都有，哪有錢都有。吧，來兩個，要張盲頭。兩隻，還全摸誒，全摸山。哎，家不卡嘛個摸球是定標。凍豆吼，唔得講，仲唔得講。哎呀，該會調油麼？桂英姐唔是那糯米油留一下，蜜酒嘛？一點要偷油一點它的點，肥豬肉太多會炸出油。我應該油做得多一點出來出來。呀呀，哦，油先逼一些出來嘛。唔是唔是啊，炒肉我越多油越好食。聽到沒有？哎呀，攪拌呐，應該油做得攪拌。原本你桂英姐的料理就係正統的料理，你明天從無面比起色高和較多嘅客家炒肉。哎喏，對，好，我再講改變好。哇，這有凍醬呢，這樣哦，有，發生什麼事？對啊，你們捆一個凍蟲，超過法式吐司，炒蛋嗎？隊長為什麼不講話了？隊長怎麼了嗎？安用鍵，還有2個女人沒講。正常可以安用鍵嗎？用這嘿，超好。其實對，是正常是這樣煎。那不正常是怎麼樣？不正常就像這樣。對，就像這樣。從兩面剝腿肉板你用煎的，爬起來兩分嘞啦，問阿婆一點地肥啦。我好像比較會煮玉里面。可能我應該來表現玉里面哦。但係洗咗凍肉，咩？佢都冇醬啊，洗咗凍好洗。對。還沒，等一下，我看我看後面，等一下。動作東西還蠻繞哎。他們在打事情嗎？是愛。好。好了，從後面環抱啦。我覺得蠻適合的。對。應該是。來啦，鐵達尼號。愛手嘞？不，還沒。不要受我們影響。對，我只是問你們而已。對，腿肉板是可以的，凍片啊，沒有，這是錯誤的示範。對啦。冇，點不看你待會安用鍵是安用鍵，對啦。沒有對與錯。對，家裡的最好吃，對不對？散掉。對，老婆永遠是對的。我們別什麼別名的哦。要不要做起司哦。很緊張。好，不要緊張。不要再緊張了。好了，差不多嘞，都倒數嘞。好，跟人家就先擺盤一下哦。你要擺盤哈，擺盤拿救回來，快點。擺得漂漂亮亮哦。好。他在引用我的蘿蔔糕蛋糕的概念。天草馬上來都算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
3、2、1，时间到，马上就来试试看呐，最杯米一罐，乃不开料理较赞的喽。哇，两组经营挺厉害，先问起家一个重视啊！你发挥。哎，其实哦，萝卜板做的边都按钮，太加轻多萝卜板，嘿啊这就是创意料理的地方。对，好来，先是风吹耶，好来，毛皮炒牛来，有猪肉吗？猪油炸先是好的。它那个不要冻酒呢，冻酒好吃，好吃，香。哦，有点猪油炸很好吃哦。最甜哈，最甜哈，最懂甜哈。我要吃这个猪脚顶条啊！你那个最懂甜。哦，那个零料这耶。你们要知道，你要知道哎，它一个有超过90年历史嘅客家炒面，这边当有米线，当有米线，贵人做用吧？我说，你做唔做？係啊，啊，你票准还够啊！那地方講睇，聽你講，過嚟。好吃。够，牙子猛长出来。是正常按油淋啦哈，正常按油淋嘛。是啊，警长给一点阿婆那种，厉害啊！哎呀，阿姨跟龙哥同样亲友型嘛，就炒出来就好吃。我们要来吃吃看怡晨姐跟警长哥的爱情之作。来，公认见啊，这个大阪烧记得有粉这种挑豆比例还嘟好，因为粉呐，对不对？那个西店它的这个压力之下，汉走在剑都叉叉啦。可以啦，代表好吃。哎，你自己不敢吃啊？没有，哦，好吃留住。那给你一个特写，来，给你一个特写，来，好吃哦。要看哪边？看哪邊？好啦，唔過睇清啊，這裡講起我講真嘅呢，用愛做料理，一聽好食。我等下行去看師傅用了幾天。好，到最尾嘅結果出來之前，我先來公布一下目前嘅分數。冷水地度係2分，風水地度係1分，到底結果會樣辦咯？好，風水搶分數。哦，加起來總共係6分。好，緊張。哎，你本來係2分，所以此外4分是就計回咗你在地咯。所以刚刚是哪一对？哇，剛剛那個是他們的啦。姐姐，我們這一集快結束了。我說你啦，等下拼一掉哦，拼一掉。來咯，等下看一下冷水得到幾多分數？5分，加上剛剛2分，7分。你的良心在哪裡？冷水贏嘞！我懷疑他是選女朋友。對啦，你要24歲還是26的？你該說大阪燒比我們客家小炒好吃。呢兩類腸做得當好啦，每套出來，呢個兩腿要點重要一點啦，因為該除咗板會是該油重，豬油一點重到啦。家不都是用豬油炒油？冇難不卡冇難好。錯在豬油。一點點。阿婆，我們來做朋友誒。我有。太謝啦。那我冷水兩片呢？啊，咱推兩片，雖然講做起來冇人食，我解嘅沙拉醬淋上去，老解嘅菜片用上去，混出來，冇人搶嘅地方啦。啊，梅頭燒出來，全要出來啦。那個好。阿鳳講嘅想法咧？我想法吼，去我無本紅對紅豆粉、上粉的過分，所以講吼，其他客家小炒呀，真緊係落去配炒的客家炒料。用慢講講，佢個煮油呀，小時候食的時陣，叫時候放個煮油攪放落去食，下生啦，因為客家人有嘛下生的東西吼，所以我個本。還有一點是講啊，佢個油要浸到有度吼，佢個脆度軟硬度係多，因為兩面係一種功夫哦，還有個菜頭把一件羅摩湯嘅，所以我分3份，冇求咯。外酥內軟之類。啊，其實我冇本難對2份，其實當簡單，佢輕刀我冇拼，我拼落樣版，佢菜頭版其實哦，我係想乜嘢講，然後去煎一下。煎個本機該有焦香味，啊切蛋個，啊並有一隻麵餅落去煎，啊煎好落去變裝到，啊我並起司，按像披薩一樣切，是當好對哈，這個地方哈，緊張。所以2片建議講都做得當好了，是嗎？謝謝。好啦，比賽結果已經出來嘅，雖然講呢，留睇起來香香嘅。
可能有嘛冇強用啊。你係強用哦。唔講呢，馬上出來頒獎你。好，今日呢成績已經出來啊！嗬，風吹得到誒一個6分，藍水得到誒7分，先來恭喜藍水咯。好，藍水得到係約會金，約會金啊！嗬，3000塊哦！恭喜！好，你風吹呢得到嘅係半長點心原木石墨烯哦。3個木嘅，唔過呢總共還有加2個木蓋，估數總共有5個禮物，超過歡迎！來，3個5件組，全部贏哦！哦，冇小可拿嚟㗎。也幾好，超過3000元的啦。而且像這種顏色是什麼？豪宅配色。哦，來看下，今日老公強下來參加比賽，有沒有什麼心情感想？就是第一次參加，能夠得到這個獎，很驚喜。再來，我問一下警長大哥，是啊，跟你唯一的摯愛是哦，強下來參加比賽，有咩感想？自己喺埋嚟參加，我講我嚟參加啊！曬到安排，我唔是嚟個嚟錄影棚嚟看看啊，到底是上到怎辦？按你嚟參加啊！這個3000塊帶轉去，好好的約會下，吃一個大餐。好，是不是？沒有，謝好，來談看啊，今本日呢，你也是嘅活寶卷你貴唔記得哈？你點解來參加也嘅節目錄樣啊？心情啊，用辦老太分享一下。好，心情當好，當快樂。好。再要噴做唱業。哦，我要作嘅呢？要做，我超藝。作嘅喲，其實你帶嘴要來哦。好啦，冇問題。承蒙感謝貴人知。主持人小姐。好，唔是客氣啦。好，我揾朋友咯。好，我排隊下。先企到介順豐定係嚇？講兩個哦。有點咯。當友好呢，我到煮菜時嘅小動作都當體貼啊嘅，即間阿姨，禮拜要同阿姨來看比賽，參加錄樣過後，感覺樣辦，然後睇下分享一下。走在這裡呀，哈，應該講我很開心吶，應該講第一次嘛，還有人生有很多的第一次，對，所以愛講怎樣，就是開心，開心，開心。依家指數呢不分人嘅年紀哦，幫人睇起家。祖孫達，非常係講親戚好朋友、連生好朋友呢，佢也超過來，強下來到節目當中，不光係要來參觀一個錄影室，也分享人物卡嘅好料理，等等你大天花強下來報名，一家之主，艾莉，下禮拜再見，拜拜，長多一點。